大家有冇發現一個好得意但又好傳嘅現象？身邊總有啲人平時睇起上嚟老老實實、與世無爭，做人做事都唔中意爭、唔中意拗，蝕底都唔出聲，成日俾人覺得係軟柿子、冇機心。但偏偏就係呢種人，一到人生最關鍵、最危急嘅關頭，生意出事、人生低谷、大禍臨頭、走投無路嘅時候，其他人頂唔住嘅災難，佢哋次次都可以逢凶化吉、絕境翻盤，冥冥之中一定有貴人出手撐佢、救佢一把。反而係啲精過鬼、事事算計、寸土必爭、成日日着數嘅人，表面上風生水起，贏盡眼前甜頭，一旦遇到大風大浪，就冇人幫冇人撐，只可以自己死頂，最後一敗塗地。好多人都好疑惑，點解老實人日日蝕底，偏偏命格最穩、福氣最重？呢個絕對唔係運氣，亦都唔係迷信，係老一輩風水雙學流傳落嚟千真萬確嘅識人真理。大家而家即刻伸手對照，男左女右，五指放鬆並攏，唔好刻意奔直，輕輕放平，望清楚你嘅食指同無名指，只要你嘅無名指比食指長少少，就算係1毫釐差距都好，恭喜你！你天生帶住3段躲唔開嘅宿命緣分，屬於厚積薄發、絕處逢生嘅好人命格，一世人大災大難都繞路走，低谷必有貴人托底。喺香港傳統手相學入面，食指代表野心、私欲、爭勝心，主一世人嘅功利同計較；無名指先係代表福報、人緣、善緣、際遇，主後天德行同天地氣運。食指長嘅人勝負欲極強，一世人都係爭名、爭利、爭面子、爭輸贏，睇落係主動掌控人生，實質日日好運接福。而無名指偏長嘅人命格溫和，心性厚道，唔爭唔搶，唔算唔計。表面成日蝕底，實質以退讓積福，以善良養運。呢個就係你哋關鍵時刻永遠有人撐，永遠有得翻盤嘅核心原因。今日唔講晦澀難懂嘅玄學大道理，唔兜圈，唔故弄玄虛，用香港人聽得明、貼地接地氣嘅大白話，徹底拆解無名指偏長嘅人一世人注定遇到嘅3段緣分，同埋藏喺你命格入面嘅真正天機。第一段緣分，絕處逢生嘅天定貴人緣，呢個係你最硬最穩嘅命格底牌。好多人對貴人有天大誤解，以為請你食飯、借錢俾你、帶你威嘅先叫貴人。老實講，呢啲只係酒肉朋友、短期過客，只可以共富貴，絕對唔可以共患難。你風光嘅時候，個個圍埋轉；你落魄嘅時候，個個走得比鬼快。真正嘅天定貴人，從來都唔會錦上添花，只會雪中送炭。佢唔會喺你風生水起嘅時候嚟巴結襯關係，反而係你人生跌至谷底、眾叛親離、欠債累累、前路盡黑，甚至你自己都想放棄自己嘅時候，突然出現，拉你出死局，帶你破困境，幫你重啟人生。呢種貴人緣唔係你識人，唔係你討好翻嚟，唔係你交際換翻嚟，係命理入面嘅善緣回響，係你平日做人厚道、心存善意，唔做惡業，唔虧人心，日積月累儲落嘅人品福報，關鍵時刻天道自然會派貴人嚟到你。我以前幫人睇相批命，遇到一位做實業生意嘅老闆，就係典型無名指長過食指嘅命格。佢為人老實，做事踏實，做生意從來不玩花招，唔呃客，唔刻薄員工，同行個個走捷徑賺快錢，投機取巧，得佢一個堅持本分、誠信經營。平時有人着佢蝕底，佢多數一笑置之，唔同人家計較，外人都覺得佢傻，太老實，唔識砌數。幾年前市道極差，再加多年合夥人反骨出賣，捲走晒所有流動資金，留低一大堆爛賬同合同陷阱。一夜之間，千萬身家清零，公司面臨倒閉，周身債項。昔日稱兄道弟嘅生意夥伴、朋友兄弟，全部失聯走佬，債主日日上門追數，屋企人日日擔驚受怕。當時佢徹底陷入四面楚歌、走投無路嘅絕境，壓力大到日日失眠、精神崩潰，甚至閃過輕生嘅念頭，覺得自己一世人徹底玩完，冇翻身之日。就在佢萬念俱灰、準備認輸嘅時候，一位只係見過幾面、從來冇深交嘅業界老前輩主動上門賄佢。呢位前輩德高望重，人脈極廣，早已退居幕後，平時唔理江湖紛爭，
佢冇直接轉賬借錢救急，但係用盡自己半生積累嘅人物資源同經驗，幫佢梳理爛賬同債主周旋，重新對接合作渠道，拆解所有死局。足足1年時間，前輩無私幫扶，不求回報，硬生生將佢從破產崩盤嘅懸崖邊拉返嚟，令佢慢慢穩住盤口，重新起步。事後老闆重金答謝，都被前輩婉拒，只講咗句好通透嘅話：我幫你唔係我心軟，係你做人夠正夠厚道，咁多年你從未虧欠任何人，呢份人品值得我出手幫你。呢個就係真正嘅絕境貴人緣。我睇過無數首相總結出一條鐵律：無名指偏長、心地善良、唔爭唔搶嘅人，先係最容易喺絕境遇貴人。因為呢類人一世人唔結惡緣，唔講是非，唔做虧心事，平日處處讓人，事事包容，看似蝕底，實質係日日儲緊福報，爭強好勝嘅人。贏嘅係眼前一時輸贏，厚道不爭嘅人收嘅一世人生氣運。老天從來唔會虧待老實厚道人，你每一次善良，每一次退讓，每一次體諒，將來都會變成你危難之時嘅救命稻草。第二段緣分，刻骨銘心嘅因果情結緣，呢段緣最熬人、最磨心，亦都係你必須經歷嘅修行。商理有云：無名指對應心密，主情愛心性。無名指偏長嘅人，天生心軟，共情力強，心思細膩，極度重情重義。面對感情，你永遠係無條件付出嘅一方，永遠相信真心可以換真心，以為自己夠遷就、夠包容、夠死撐就可以留住人心、守住關係。但現實往往好殘酷，越係心軟重情嘅人，越容易情路坎坷，愛得辛苦，傷得徹底。好多人以為呢啲係爛桃花、運氣差，其實喺命理角度，呢啲通通係前世因果、今生盜劫。你今生遇到嗰個令你愛到入心、痛到入骨、愛而不得、放而不捨嘅人，多半係前世姻緣未了，要麼係你前世虧欠對方，今生還債，要麼係對方前世盜你，今生換你受苦。呢段感情從來唔係為咗讓你圓滿，而係為咗磨你脾氣、收你心性、救你格局。但我一定要提醒所有呢個命格嘅朋友，心軟係你嘅天賦，絕對唔可以成為你嘅軟肋。太多人栽喺冇底線善良上面，感情入面一味卑微討好，無限遷就，次次妥協，為咗留住一個人，委屈自己，放棄原則，丟升尊嚴，最後只會令對方肆無忌憚，得寸進尺。感情有個好殘酷嘅天道定律，你越冇底線退讓，對方越唔珍惜；你越卑微討好，關係越容易爛。所有長久嘅感情一定係雙向奔赴，平等對等，從來唔係一個人單方面犧牲、單方面死撐。你掏心掏肺嘅付出換唔嚟感恩，只會換嚟理所當然；你次次忍讓包容換嚟真心，只會換嚟自我內耗、遍體鱗傷。呢段情劫看似折磨你，實質係老天爺提醒你，善良要有鋒芒，溫柔要有底線。以後唔好再將任何人當成你人生嘅全部，唔好再為咗不值得嘅人消耗自己。該放手就放手，該抽身就抽身，將溫柔留俾自己，將真心留俾識珍惜嘅人。你唯有強大自我，收回執念，先可以逆轉情運，脫離爛人爛事。第三段緣分藏於日常嘅人生使命緣，呢段福報最隱蔽，最多人忽略，亦都係無名指長嘅人最大嘅隱性福氣。好多普通人覺得人生一世無非錢養家、柴米油鹽、養老湊仔，邊有咩使命可言？但係從命格格局嚟講，無名指偏長嘅人天生帶利他善心、濟世格局，靈魂深處有與生俱來嘅正義感同責任感。你嘅人生使命唔係要你大富大貴、建功立業、揚名立萬，更加唔係要你做驚天動地嘅大事。你嘅使命就藏喺每日平凡生活入面。鄰里有難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。你願意出手幫一把，朋友落難，個個疏遠躲開。你願意體諒扶持，遇到不公不義，眾人沉默從眾，明哲保身。你敢於講句公道說話，守住本心。呢啲睇落好細微、好普通嘅善意舉動，就係你嘅人生修行，你嘅命格使命。命理有云：凡人微善，皆為功德，日日積德，可改大運。
好多人一世渾渾噩噩，運勢低迷，內心空虛，就係因為一生只為自己私欲奔波，從未踐行自己嘅善心使命，白白浪費天生好命格。如果你經常覺得心裏空空，人生冇意義，時常迷茫焦慮，唔係你矯情，係你嘅靈魂喺提醒你，你本應行善積福，助人度人，卻一直內耗自己，虛度光陰。呢種命格越係付出，越係善良，運氣就越順，前路就越闊。幫人從來唔係蝕底，係渡人亦渡己。每次善意都係為自己鋪路積福。講完3段宿命緣分，送大家5句命理大白話，字字真實，句句醒世，聽得明做得到，足以改你一生運勢，少你半生坎坷。第一，守住本心善良，係你一世最強嘅護身符。人活到最通透就會明白，財富地位都係外物。歷經世事險惡，見過人性陰暗，依然守住心底善良，先係最難得嘅本事。命理之中，善念生陽福，惡念生陰災。善良從來唔係軟弱，係你最硬嘅底氣，最好嘅風水。你所有嘅善意，終會輪迴返嚟護你安穩。第二，不爭不搶，先係最高級嘅人生智慧。無名指掌嘅人，命格最忌爭拗算計，人哋爭名利、爭輸贏、爭面子，你千祈唔好跟風。你越爭越好運，越拗越破財，越搶越招災，反而退一步讓幾分，福氣自然累積，機緣自然降臨，不爭先係大贏。第三，知恩圖報，先可以行遍天下，路路暢通，天道輪迴，福報有序。世間所有幫扶提點善意都有因果。人一世遇到貴人相助、旁人提點，哪怕只係舉手之勞，都要心存感激，懂得回饋。最損福報嘅行為就係過河拆橋、忘恩負義。唔識報恩嘅人，福氣自會消散，貴人自會遠離，人生路只會越走越窄。常懷感恩，方得常福。第四，慈悲要有鋒芒，識得拒絕消耗。善良絕對唔係無底線縱容，面對自私自利、一味索取、不斷消耗你嘅人，一定要果斷拒絕，及時遠離。愚善最累人，最敗運，一味包容爛人爛事，只會反噬自己氣運。學會篩選人物，守住邊界，將你嘅善意留俾值得嘅人，先係護福守運嘅正道。第五，人品先係頂級風水。好多人日日執着睇手相改風水求好運，卻忽略最核心嘅真理：手相再好，命格再優，人品差，一切皆虛。出身再普通，境遇再平凡，心地善，運勢自旺。相由心生，運由德改。你嘅人品、心態、德行，先係你一生最真嘅風水。心存善念，日日積德，人生自然越行越順，越嚟越好。最後同大家講一個極少人知嘅命理真相：60歲之後先係人生真正嘅收運大關，亦都係無名指長嘅人最後一段關鍵緣分，與自己和解嘅緣分。好多人以為年紀大，運勢已定，緣分已盡，其實晚年心態直接決定你餘生福氣厚薄。好多老人家晚年運勢變差，家庭不和，病痛纏身，日日唔開心，多數係栽喺3個執念上面。第一，倚老賣老，固步自封，成日拿住舊時經驗壓晚輩，唔肯接受新事物，執念過重，最後孤立自己，耗散福氣。第二，沉溺過往恩怨，日日回味舊時委屈，成日覺得人哋虧欠自己，滿心怨氣，滿腹牢騷，怨氣聚身就容易生病，執念不散就留不住福氣，最後辛苦嘅只有自己。第三，太過吝嗇惜錢，將存款數字當成唯一安全感，唔捨得使，唔捨得善待自己，唔捨得幫扶後輩。殊不知晚年真正嘅安全感，從來唔係銀行餘額，而係和睦嘅家人、平和嘅心境、一生積累嘅福報。真正通透有福嘅晚年，係學識放下，學識釋懷，學識同自己和解，同過往嘅遺憾和解，同舊日嘅恩怨和解，同唔完美嘅自己和解。人到晚年，唔俾財富，唔俾地位，只俾心態、健康同家庭。心寬一分，病氣退一分，執念少一分，福氣多一分。最後送大家一句通透真言：手相係先天底牌，德行係後天牌技。先天命格決定你嘅起點，但係你後天嘅心性同選擇，先係決定你終點嘅關鍵。命運從來唔係死局，而係變數。
手上紋路係前世根基，但今生點樣活、點樣修、點樣行，100%由你自己話事。人生一場，本係修行，唔爭唔搶係格局，溫柔善良係福報。唔好焦慮未發生嘅事，唔好懊悔已經過去嘅事，踏踏實實修心，本本分分行善，平平淡淡過日子。心正路就正，得口福就厚。只要你守住善良，放寬心態，放下執念，自然貴人常伴，好運常隨，晚年安康。做人簡單啲、善良啲、豁達啲，你就一定可以活出自己中意嘅模樣，不負歲月，不負自己。